苦难。第一节，吞忍听候主，权能保守，是阮拯救，搁肯顾念圣民。无遵守主诫命，哪准伫风雨中？恳求主来帮赞，出苦难，进入安息。谨慎思想主，法度持守，诚心受教，常会纪念圣约。无听趁主的话，亲像伫火炉中。仰望主来帮赞，出苦难，领受智慧。第三节，敬圣祈祷主，灵敏保全，受得苦待主所选圣徒。若背弃主的约，宛然伫混乱中。信靠主来帮赞，出苦难，得到能力。第四节，坚心徛在伫主，信心坚固，专心听主就会摇动圣手。若无顺服管教，哪准伫困苦中。认定主来帮赞，出苦难，心愿得福。今生的忧虑赶紧消除，属天恩典必然医治创伤。尽管惊吓扰乱，无搁踮迷惑中，掌管主来帮赞阮，出苦难，徛在日头。